好，来继续来到台南客家艺术村，这个建筑特殊、风景美丽，请来真侪游客，嘛有真侪剧组来拍片。今年的中秋，艺术村的创办人特别来公开到伊的画图的工作室，要甲大家来分享。 伫客家艺术村，因为规个建筑拢是艺术家家己打造的，特别参考古早的建筑风格，所以成立到今嘛吸引真侪游客来参观，甚至嘛有剧组来拍片，变做客家地区一个特殊的观光景点。像西方的庞贝古城哈，还有印加古城哈，还有一些像长城啊，东方的哈那一类的那个古代建筑。 今年迎接中秋节，艺术家嘛公开伊伫园区当中的画室，互游客使熟悉伊是安怎伫小小的空间画出各种充满特色的作品。中秋节4天，我特别开放啊，我所居住的地方啊，小阁楼里面的画室，好，那让大家游客能够满足他们的好奇心。 因为配合防疫，进前休园期间，艺术家嘛以叫花字为主题，将家己的故事画伫壁顶，运用创具艺术的手法，互壁画像历史真久的作品，嘛互游客拢感觉非常特别。